我是郑培凯啊，我今天看的是《牡丹亭惊梦》，觉得上半场看得非常的精彩，因为这个戏啊是明朝汤显祖写的，可是唐滌生改编的，我觉得改编的也相当的精彩。原剧太长了，本来的戏呢有55折，那么现在呢上半场就改了，那么下半场呢整个加起来在3个小时之内可以演完。那么我觉得改编的很紧凑。那么今天2位演员刘梦梅跟杜丽娘都唱得非常的精彩，他们的声音很好。而且呢，我觉得他们的演技演的整个的感觉，让人覺得真的進入這個情景。這個戲排得很好，演得很好，唱得很好。我係陳守仁，我係一個粵劇研究者，我係阿劉麗老師嘅 fans 嚟嘅。佢好少做戲嘅，就算做都係做節者戲嘅。咁知道佢做長劇，咁就呢個係好好嘅機會咯，一定要把握呢個機會睇佢做戲。3次嘅演出咧，就製作係好好嘅，好嚴謹嘅。咁《蝶戀紅梨記》就係阿梁心怡做花旦啦，都係阿成斌做文武生。咁帝女花就係阿成斌搭吳敏婷。今次阿劉麗老師，咁即係3次嘅花旦都唔同。咁對我嚟講係即係有啲有即係耳目一新啦。咁呢個馬丹亭，尤其是3個戲裏面咧，馬丹亭係一個比較少做嘅戲嚟嘅。咁因為個理由咧，就係佢一個深度上面，佢係比帝女花同埋蝶影咧更加有寓意嘅裏面。咁對生旦嘅要求咧都係好高嘅。咁我覺得今次嘅選角好好啊，即係阿劉麗女士係做得非常之好啊，我覺得。無論佢唱做念打啦，同埋佢掌握嗰個曲情、嗰個人物嗰個人物嘅表達等等，我覺得我即係呢個戲唔多做，我睇其他花旦做，咁我覺得今次我對阿劉麗女士嗰個演繹咧，我即係好滿意啦嚇，即係覺得佢做得好好，講得好好。文武生阿黃成斌嚟講，我即係好10幾年前已經開始睇佢做戲㗎啦。咁佢係即係進步好大嘅，佢有條件，有阿旭哥指點佢啦嚇。不過嗱，即係以事論嘅戲咧，我覺得呢個戲嚟講，以柳夢梅一個書生同埋裏邊好多言情戲咧，我覺得佢個音量係可以收細少少嘅嚇。咁即係襯托翻佢一個文弱書生嘅人物啦嚇。咁呢一點係我嘅建議。咁其他製作都係一貫嚟講都係好嚴謹啊！即係我覺得非常之好。整體嚟講咧係令到觀眾個感覺係好嘅，我覺得。咁唔係一個人或者藝術總監嘅功勞啦嚇。當然係台前幕後咁多工作人員即係合作嘅成果。